哥林多前书第8章，关系拜过偶像的食物，我哋隆重有两方面的知識，總係兩種知識會害人自高自大，唯有愛心才會造就人。人那此人佢知馬嘅，照所應該知嘅，佢還係有所唔知。總係人那敬愛上帝，兩人就係上帝所認識嘅。按樣關係是拜過偶像嘅食物兩個問題，我哋知偶像所代表嘅係無存在嘅東西，我哋也知上帝只有一個。雖然天上人間也有所謂神明嘅，有千多嘅神明老主，總係對我哋來講，只有一個上帝，就是天堂嘅阿爸，萬物嘅創造者。我哋係為到佢來生存嘅，還有只有一個主，就是耶穌基督。萬物係通過佢來造嘅，我哋也係通過佢來生存嘅。總係唔係每一個人全部有兩種嘅知識。有的人以前常常拜偶像，都根本日特別是兩種食物，還會感覺係食偶像嘅東西。佢哋嘅良心本來就軟弱，因為食兩種食物就變做垃圾。其實食物並不能改善我哋同上帝嘅關係，唔食無乜嘅損失，食也無乜嘅利益。愛惜你哦，唔好因為你哋自家嘅自由，害信心軟弱嘅人跌倒。那有人在兩件事情上良心軟弱，看到你倆知識豐富嘅人，在強謀度錯失，倆間唔係鼓勵佢食拜過偶像嘅食物嘛？按樣，倆軟弱嘅兄弟姊妹，就是基督為佢死嘅人，會因為你嘅知識來滅亡咧。你哋按樣行，得罪兄弟姊妹，傷害佢哋軟弱嘅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那些食物會害我嘅兄弟姊妹跌倒，我就永遠唔信肉，免得我使佢哋跌倒。